金管会今29日表示，办理一般业务检查时，发现星光金2888 TW 旗下星光人寿在办理利害关系人交易、采购作业、资金运用、金融资产评价、电话行销、收费作业等6大业务时，违反保险法。其中最严重的是多次异常交易利害关系人新房的股票，疑似介入新房经营权之争，总计6大缺失，依法核处新售罚锾共计新台币600万元整，给予以16项纠正，并限制新售2年内不得以盘后定价及巨额配对交易方式办理利害关系人发行的股票交易。金管会表示，在对新售进行一般业务检查时，发现该公司与利害关系人于交易前合意借由盘后定价交易方式交易利害关系人发行的股票，但是相关交易却未经董事会重度决议。保险局说明，主要发现新售多次异常交易利害关系人新房的股票，操作方法为：新售于在2016年7月、2017年3月期间，先把新房股票卖给星光医院，之后又再卖回来，卖进卖出很多次。由于新房是在2017年5月董监改选，且当时新房有经营权之争，新售疑似是要规避保险法中规定保险业不得行使被投资公司的股东监察人选举表决权，因此在要表决时把新房股票卖给星光医院，之后再买回来，疑似介入新房经营权之争。简单来说，新售没有新房表决权，而在新房改选前，却先把新房股票陆续卖给星光医院，疑似让星光医院可以投票支持新房，稳定新房经营权，但没有证据可证明此动机，因此只能判为疑似。金管会进一步指出，新售在采购内部规范也有欠周延，以致有高比例采购案件采专案核定的例外方式办理，且牵办采购案件多处疏漏，未确实执行锁定内部控制规定。资金运用部分，发现新售出售股票有未出具投资平等未卖出的个股报告书，详实分析卖出的理由，交易决策基础未妥适，且对股票异常大量卖出或买进无适当控制机制等缺失。金融资产评价程序部分，新售已订有金融资产评价作业程序，检查却发现有债券评价的作业与锁定内规不符。电话行销也有缺失，金管会表示，检查发现新售的电销人员未依规定于要保书亲自签名，也未记载登录字号，违规事实明确。收费作业缺失部分，新售经办业务人员未依规落实审核信用卡授权资料正确性，系统未辅以对同一卡号授权资料进行比对的管控，而导致发生同信用卡卡号持卡人姓名不同的情形。金管会表示，整体来说，新售有资金运用、核保审查作业、出售子公司股权，连带按不动产建价、货币避险、电话行销招揽、行动装置程式控管、源码扫描作业、SWIFT 系统业务、授信作业程序、国内股票委外操作绩效衡量、委外作业、自行查核作业、稽核单位查核作业、业务单位内部控制等多项缺失，认为此有碍健全经营之余。因此金管会今天决议核处新售罚锾600万元，给予以16项纠正，并限制该公司2年内不得以盘后定价及巨额配对交易方式办理利害关系人发行的股票交易。金管会呼吁保险公司以公众资金办理各项资金运用或投资业务，
应依保险法令规定建立相关内部控制制度并落实执行，且需依法令变动情形修正各项作业规范，以发挥内控制度设计及有效执行。同时，保险业应确实依保险法相关规定，依业务性质及规模，按内部牵制原理订定内部控制制度并落实执行，并应强化公司治理及法令遵循机制，以保障保护权益。更多精彩内容请至钜亨网连结。